每一天，无输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27。以赛亚书26章4节安尼讲：认着我靠耶和华，直到永远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永远的石盘。三角来祈祷，愿要永远倚靠最阮永远的石盘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无虚假，公义无偏私，疼痛无改变的真活上帝。主啊！愿仰望你，多多追求你的面，求你做阮永远的倚靠，伫阮心灵夜静的时，成做阮安息的所在；伫阮遭有困境甲艰难的时，成做阮坚固的石盘。主啊！你做阮坚固的盾牌，保护阮免受攻击甲灾害。当阮行袂路的时，你引带阮行义的路；当阮惊吓跌倒的时，你扶持阮徛立得稳。主啊！愿要一世人仰望你，跟对你，愿要倚靠你，直到永远，因为你是阮永远的石盘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